再来看到国民党籍的花莲县长啊，徐正伟任期要到啊，所以即马有兴趣来参选的资深媒体人何启成，虽然伊想要帮国民党来参选，不过即马党团可能已经做出决定啊，所以何启成呢，即马要求人来甲拜托的是即个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啊。 请伊看有法度无？大家考虑一下。不过张俊嘛讲甲真直接，伊讲即马代志就安尼决啦吼，这嘛是爱看布坤基的意思啊。无必等国民党中央的动作，无伫花莲县长初选名单的资深媒体人何启成，直接到花莲县议会找议员请益。有新闻学校的总长张亚中陪同，也有南洋出身的无党籍的议长张俊亲身甲接见。 虽然学了何启成真有勇气，也毋过张俊为嘛讲了真白。是一个人在做决定啊，那就是傅昆萁嘛。是，所以应该这个游戏应该已经结束了啊，就是到底是游淑珍还是傅昆萁选？何启成也透露，党内另外一个竞争者讲，党内民调已经出炉。要回前市长，他告诉我做完了，这个民调已经结束了啊，是游淑珍胜出。是不是因为我的参与的因素呢，加速了？ 这个产生的这个进程，这个何子先今天到花莲将军，谢谢哈。还有什么比较来国家的问题？听到何启成的名，也有花莲县长的竞争，布坤基拢无啥物回应。目前南洋有意所要参选的，除了何启成，也有红看做是接班人的吉安乡长尤淑清，以及花莲市前市长叶耀辉。 啊，那边进党，洪社讲无排除会找无党籍和第三势力联手。反复，我觉得力量都应该要结合。好，我支持这件事，但是县长的人选的提名，这个都是中央来决定的，而且有选对会啊，缜密的一个了解。张美惠真正都已经表态，无要出来选。 和国民党初选抢了正向的情势来比，民进党若要整合各种势力，恐行也有一段路要行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